番茄薯仔煮鮮竹粒。薯仔批咗皮切粒，用啲油煎香。番茄切件，用薑爆香。鮮竹粒煎一煎。首先將薯仔同埋番茄加啲水炆腍去，然後放鮮竹粒煮一煮，最後加上適量嘅茄汁、白醋同埋糖，再煮一煮，加豆粉芡就可以上碟㗎喇。如果冇鮮竹粒，可以用枝竹或者豆卜代替。雪菜滑豆腐，雪裏紅洗乾淨切細粒，豆腐都切成粒，少量紅蘿蔔切幼粒，素肉粒浸軟，係用大豆製成嘅。用薑汁、素蠔油、豉油、鹽、糖、麻油、胡椒粉醃一醃，然後用適量嘅油爆香，加適量嘅水煮一煮，然後用適量嘅油爆香，加適量嘅水煮一煮。雪裏紅先用白鑊炒至有香味，加入糖炒一炒，再加油炒，然後放入素肉粒同埋紅蘿蔔，放適量嘅水炆煮，加入滑豆腐，煮到入味，埋芡就可以上碟。栗子炆冬菇枝竹，冬菇浸軟之後，用少許豆粉、豉油、油、糖同埋薑汁醃一醃，然後加適量嘅水炆大約20分鐘，之後放入栗子，再炆大約15分鐘。栗子要去殼，大粒嘅就1開2，最後放入炸枝竹。炸枝竹先浸軟切條，加適量嘅鹽同埋素蠔油試下味，然後再炆大約10分鐘。所有材料炆熟就可以上碟。清蒸茄子，茄子洗乾淨之後切片，隔水蒸熟，最後加上熟油、豉油就可以啦。做法簡單，營養吸收最完全。上海烤麩，烤麩飛水之後要揸乾水，然後炸到硬身。冬菇洗乾淨浸軟切件，用油、豆粉、糖同埋豉油醃一醃，然後加少許水炆至腍身。雲耳浸軟切小件，金針浸軟之後打個結，將烤麩同埋全部材料放入個鑊裏面，加少許糖、生抽、老抽同埋俾多啲水煮滾咗，用細火炆至少40分鐘，最後炒至收乾水分就可以啦。三菇茄子豆腐，買2磚炸豆腐，切開小件，長茄子1條，切大約4至5段，每段開4件，加啲鹽略煎下。金菇再加2種新鮮菇，合共3種，用薑爆炒雜菇之後，跟住加入豆腐同埋茄子炒一炒，然後加燒汁同埋少許鹽，再炆大約5分鐘就可以上碟。炒大豆鬆，大豆芽洗淨之後切碎，用白鑊烘乾大豆芽，素免治肉用適量嘅油爆一爆，松子用白鑊炒一炒，然後放味椒鹽備用。用適量嘅油爆香薑米，放入大豆芽，再加入適量嘅鹽同埋胡椒粉炒熟大豆芽，放入素免治肉炒一炒，熄火之後放上松子就可以享用啦。梅菜蒸南瓜，梅菜洗乾淨，加少許油、糖、生粉同埋豉油醃一醃，再加薑絲。南瓜連埋皮切薄片，梅菜放喺南瓜上面蒸熟就可以享用。酸甜山根，山根先炸好備用。青椒同埋紅椒切小件，用薑加少許鹽爆一爆。酸甜汁，用半碗水加2湯匙茄汁同埋2湯匙白醋，再加適量嘅糖同埋鹽，
煮汁之後試味，最後熄火，將生根、青椒、紅椒炒勻就可以啦。亦都可以放子薑。雙冬炆豆卜，冬菇洗乾淨浸軟切件，用油、豆粉、糖、薑汁、胡椒粉同埋豉油醃一醃，加啲水炆到腍身。冬瓜去皮切件，豆卜飛水。首先用適量嘅油加鹽、糖爆冬瓜，然後放入冬菇炆一炆，最後放入豆卜，再炆一陣就可以啦。番茄煮金菇，熱鑊凍油，放薑爆香，然後番茄切塊，炒番茄，少少出汁之後，加入金菇去炒，炒到金菇都微微發軟，就加糖、鹽同埋醋去調味，炒勻之後就可以上碟。腐乳煎豆腐，硬豆腐2磚，一開8件，共16件，用少許鹽抹喺豆腐上面，放大概10分鐘，將豆腐煎香。腐乳加1茶匙糖同埋半碗水，開勻之後放喺個鑊度煮滾，然後加入煎好嘅豆腐，煮一陣就可以上碟。白玉金菇卷，金菇洗乾淨，用鮮腐竹將金菇捲好，然後煎香，燒汁用水煮一煮，淋上去就可以。白粉菜粒有味飯，新鮮蘑菇、紅蘿蔔、四季豆、芫茜，用適量嘅油、鹽、糖爆香，然後將所有嘅材料放喺飯裏面攪勻，加上微椒鹽。食嘅時間可以放自製嘅煲仔飯豉油。煲仔飯豉油、熱水、老抽、生抽、糖、麻油。素煙鵝蒸滑豆腐，素煙鵝切薄片，分別放喺豆腐中間，隔水清蒸，然後放上熟油同埋豉油就可以啦。香煎腐皮餅，碎腐皮或者腐皮，用水沖洗一下，然後就剪碎去。調味：糖、鹽、胡椒粉、五香粉、沙薑粉、豉油、麻油、生粉、油、味椒鹽同埋薑汁，加油煎香就可以享用。香煎南瓜，南瓜切細薄片，一邊煎一邊放黑胡椒同埋妙椒鹽，煎香就可以㗎喇。南瓜要盡量切薄片，效果更好。酥炸素生蠔，脆漿，用自發粉加少許鹽，加水開勻之後發酵15分鐘，再加啲油攪勻。脆漿唔能夠打圈攪。茄子切厚片，每塊加啲鹽，將茄子放入脆漿，夾出嚟，然後炸到金黃色就可以啦。素油追煲，新鮮冬菇要細隻同埋厚肉，用麻油、豉油、胡椒粉醃一醃，加上生粉，然後用油炸。爆香豆豉加三色椒炒一炒，用水、豉油、糖煮一煮調味，然後放冬菇同埋三色椒炒一炒，最後放喺瓦煲仔裏面燜大約1分鐘就可以啦。菜飯，4份3杯米配2/5或者3/5杯水，即係每次水嘅份量係少半杯，因為小棠菜會出水。冬菇大概4到5隻，切絲，加生粉、糖、油、豉油醃一醃，加啲薑汁。小棠菜1斤，切碎，然後用薑、油、鹽爆一爆。飯滾嘅時間先放菜，但唔好擺啲菜水，然後放冬菇攪勻，將素鹹魚放喺上面，
化熟咗再攪勻去。由開始煲飯直至保溫最少需要1個小時。豆豉腸粉，用豆豉加適量嘅油同埋薑米起鑊，然後加上少許豆瓣醬、豉油、糖、素蠔油、海鮮醬同埋麻油，最後放腸粉炒香就可以。香煎潮州豆腐，潮州豆腐1開4，用適量嘅油去煎，然後加上靚老抽就可以啦。蘋果木耳湯，木耳浸軟切絲，蘋果3個，切開之後去皮去心，果皮1/4，煲大約1個半小時，對於通血管係好有幫助。去濕醒皮椰子湯，椰子1個切片，留返椰子水，花豆、眉豆、赤小豆各4兩，蜜棗2粒，用20碗水煲大概2個鐘。椰子水可以喺收火之前15分鐘就放入去。綠豆蓮藕湯，蓮藕去咗皮，栗子去殼，紅蘿蔔切粒，用適量嘅油、鹽爆香。綠豆飛水，加陳皮，最少煲2個半至3個小時。粉葛煲五子毛肚湯，粉葛1斤半，五子毛肚2兩，土茯苓或者鮮土茯苓1兩，果皮1個，蜜棗3至5粒，少量腰果或者花豆，煲3個鐘，或者最少煲2個半鐘。粟米栗子百合湯，紅蘿蔔2個細或者1個大嘅，洗乾淨去皮切粒，用少量油爆一下，2條粟米起粒，粟米芯可以一齊煲湯。栗子烚熟去皮去殼，新鮮百合1包，花豆大約半碗，腰果大約半碗，2粒蜜棗。所有材料放入水裏面煲大概2個鐘，差唔多好就放鮮百合滾一滾就得啦。